今日是透早，咱先赶紧来关心，牵连散布武统言论的中国配偶文启甲小美，去互移民署取消移亲居留权，限期都要离境。昨晖暗时啊，文启已经为上山机场搭回轮机离开，不过另外一个小美并无伫咧期限内离境。移民署强调讲，小美若是无按规定出境，会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8条依法执行强制出境。并配文启小美因为散布武统的言论，和移民署取消移亲居留权，照规定就要伫咧3月31进行离境。另配文启31下昼2点外到上山机场航空公司柜台报到，在暗时6点35分，被中国四川成都的班机离开台湾。移民署证实，张女已于本日晚间限令期限内出境，至于赵女则仍在境内未离开。移民署强调，公权力不容挑战。如果赵女未一线出境，将依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第18条的规定，依法执行强制出境作业。因过另外一位同款涉及武统言论的小美是也未离境。内政部长刘世芳31早起讲，其中一位刘佩较特殊，伊甲国台办的关系袂歹。后来我们发现到说，这位中配比较特殊，他跟台办的关系还不错。所以本来可能要预定离境呢，他可能有一些变数。因为小美无伫规定的期限内离境，已经算是有期拘留。不过考虑强制出境也配合班机的时间，移民署按算今仔早起才会执行强制出境。针对最近执行几落件陆配离境的案件，内政部陆委会移民署等机关也研拟几落项对策，确保陆配会当顺利出境。小美若是有期拘留，移民署可能伫今仔早起通知小美出席临时审查会，可以陈述意见的机会，做处分了后才强制出境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